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是为借雨水来想你。烧着一杯酒，想要醉予死。谁知伤心事愈来愈清醒，为感情来赌气，可悲拄着风来天，心就像雨水挂袂离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我的感情算啥物？无奈爱你已经爱这多年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啥人为爱多生死？你敢讲我笑袂离去？阮淋着冷冷的雨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我的感情算啥物？无奈爱你已经爱这多年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啥人为爱多生死？你敢讲我借袂离去？阮淋着冷冷的雨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。雨水，我问你，蔡秋凤小姐好听的这个歌曲，这首歌唱着真正小可爱出力者安尼吼，因为迄个后壁马上搁调整。啊，雨水，我问你，对对对，我的感情算啥物？我来讲着吼，出力者时，老师我发觉着讲吼，我今仔衫裤穿了小可，毋对，为了要配合你，穿真领吼，足烧的。因为内底吼，我们的摄影棚电费足济粒的，是电费足济粒啊，但是咧，伫咱的外口出去的时阵，我跟你讲哦，伊的温度是差不多，现在应该差不多20度左右了。今天这个中午时间，但是观众朋友，我甲恁报告哦，想要芳龄今仔会穿真领，今仔咱的发热衣对无吼？对。来，因为阴暗的时阵，甲明仔史上最强的寒流要来啊！我甲你讲吼，因为感冒才会惊着。毋是今日你穿尔，我嘛共款穿。对啊，即摆吼上惊是惊怎？日时的时间温度较悬，即摆暗时啊，我要落下班的时阵吼，哎呦，出去的时阵真冷呢。所以讲吼，小心无安那。无湿本。对啦，吼。湿就是遮。因为我今仔为着我感觉来老师的衣服刚好，我这样可以搭，我就把那个掀开哈。今领就是咱迄领发热衣吼，伊袂高，但是呢，伊是一领会当冻，3领会碰西衫。保温佮透气。对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若是讲即个寒流来的时阵，唔好欠。我刚听一个阿姐讲这吼，芳玲啊，我甲你买我拢唔甘穿咧。我讲哈，你这是啥物概念啦？买物件买，该保养爱食，该穿的。穿开，你唔才会当保暖，唔才会安怎？钱开落爱用啊，对无？开钱要有这个目的。对，嘛是对无？咱直直个代。讲到这衫啦，我就爱搁讲咱迄清洁剂啊，迄壁厝内迄搭，足济阿姐吼，听到芳玲伫咧讲，迄万用的呢，尤其是英万，拢
讲到这吼，我就爱讲咧，咱这时代拢总疼囝疼孙啊。伊听到芳龄讲这吼，恁咧清洁的一罐会当安怎冻咧10外罐一罐，一瓶搞定叫做万用的对无？万用。啊，我咧讲。万用。迄真侪即讲听到安尼尔讲，阮迄孙啊幼妹妹，爱用较天然的，吼，等孙转来，等囝带孙转来时阵才用。我阿姐啊，迄遐大桶着，你若是两个阿某，搁挂咧一家口4个人吼，安尼一组摕转去，我咧讲用咧1年，无论是露头骹、灶骹，咱甚至咱的浴室，包括咱的琉璃台，我咧讲吼，逐工用，洗衫也好。1年通天用袂完，所以讲唔好添啦。500cc 啊，才10外块呢。500cc 吼。500cc 你一罐啊，对啊。所以讲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会记咧，物件买当一定爱用，尤其是你即马准备要变扫啊，对无？迄吼，糊伫遮济啊。对。糊掉咧。哦，迄吼，你跍的时阵，甲你护掉，保护掉咧。你要甲保护掉，尤其是即马你有讲准备要变出来，你起落落的时阵，吼变扫啦，规咧涂骹啦，搬物件，你拢总安怎爱甲保护掉咧？毋是讲干那有的时阵讲，我连困也清掉咧，当然是上好，但是上重要就讲你是伫咧活动的时阵，一定爱清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这部节开始呢，甲咱观众朋友讲，真的很保暖。真的很保暖哦，但是袂翕啦。不会哈。好，来，谢谢咱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恁的婆花声、雪萌大哥、龙聪大哥、木火大哥，感谢哦，咱的龙泰大哥、阿贵姐啊、永顺大哥、咱荣华大哥、美华姐姐，来秀仁大哥，谢谢咱的中线大哥、古大锦阿姐，福报咱的秀秀哦，咱宏源的文龙大哥、地震大哥，谢谢哈。搁跟咱的康美瑶姐姐、盛吉大哥、丽婷、方正大哥、顺天哥哥、咱的红竹阿姐、素人大哥、素人大姐啦，吼，博奇大哥、昌雄大哥、蔡文、明吉，哦，谢谢恁默默的捧我声哈，感谢恁咯。尤大哥、尤大嫂。哦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一天我拍过6遍哈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来，即马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，准备，互咱观众朋友来有咧点歌6首歌曲，头一首。可怜一个小姑娘。好。此迄日，迄个姑娘离开阮了后。我来想你几暝，艰苦过日子。来第2首，为钱赌性命。有一人讲话大声，万事拢占命。安排这首《异乡悲恋梦》，来，我这特别讲者，来导播搞我这条，我用麦克风讲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讲到这首有吗？有《异乡悲恋梦》吼，爱甲咱观众朋友报告者。今仔这首《异乡悲恋梦》吼，甲咱原底咧唱的《异乡悲恋梦》，它稍微有一点不一样。伊内底吼有差一个点分半，但咱这个点分半吼，是我们一个朋友。哦，阮的小杨先生，伊个原底伊就伫迄咱的北投那卡市，哦，伊走差不多35年哦，即摆是告老还乡啊啦吼。但是呢，伊讲吼，伊即首《异乡悲恋梦》内底差一个点分半，因为伊若逐暝吼上悬的记录，捌有人安怎小费收到3万块。我讲一部呢3万块呢，我讲吼好来，安尼即招我甲你学开安尼哈，等下观众朋友。你唔免发小费啦哈，我来咧介绍的时阵有需要交费就好啊哈。来，点分半。双脚行到龙山寺啊，树叶青香有3枝，拜托新年来投保庇。好来。稍微留意一下。故乡到啊都市，北部山东换春意。这2首歌要甲合作伙，
好来哦，谢谢。 Scotch 第四首，何时再相会？青红灯照着过路，不知阮一人。第五首，中山的何时再相会？来第五首，落水。天色渐暗暗，天气渐凉。好来，第六首，甘愿。向月头看伊穿我的脚步，不觉心头阵阵的酸苦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准备做互动哦，打电话8326-317，8326-317。来，中华关市一半，大关市加一个控诉就可以。来，可怜乱花，可怜迄个小姑娘。第二首，为钱赌性命。第三首，异乡飞乱梦，来这个差点分半。第四首，何时再相会？第五首，落水。第六首，甘愿。来满线接电话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算。哎，素人姐。嗨 Hello 美琪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啊？异乡碧乱梦。安尼哦，要试看卖啊，无共款的哦，吼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古大钱阿姐，喂，古大钱阿姐哦，喂，阿姐，嘿啊，换你摇嘿。好，来，嘿。哦，第二甲第三。第二甲第三哦，哦好，我写开哦，嘿。我甲你拍拖啊，哪拢无回。我刚刚有讲哦，真正有讲哦，好，谢谢你啊！我即摆搁甲讲一遍，阿姐甲我拍泡泡，谢谢古大姐阿姐。啊你好，有多少？嘿，要倒一首？美丽老师好。嗨，我来点3吼嘿， 3甲6。好，谢谢阿嫂哈，嘿平安哦嘿，谢谢。来，徐妈妈，喂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我点第3首。哦，安尼哦，哦好，我写开哦嘿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写开。好啊。好，感谢哦吼。来，苏儿姐。你好。苏儿姐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？第2条。第4吼，好，我写开哦嘿。好，平安。啊，你好，张小姐要我选2号跟5号。 2号跟5号哦。对好，我写开哈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高小姐。来，高小姐你好。1跟5哦。好，没问题的，谢谢我们的高小姐。好，来，金锁哥哥。你好啊！哎呀，来哦。我无，哦，想你啦。你在想啊？我要点异乡碧乱梦啊！好，安尼我写开哈。来，这是咱金锁哥哥哦，好，拜拜。来，文东哥哥。哎，王林，嗨，你好，新年快乐！谢谢你。哎，江林老师你好，是，新年快乐哦！嘿，大家快乐。我点第3甲第6，第3甲第6哦。 3跟6哦，哦。好哦，我谢谢写开哦，哈，谢谢我们的文东哥，感平安。啊，你好，隆中大哥。哎，王林讲第3老师好，我点第2跟4哦。谢谢。哦，我写开哦，哈，谢谢我们的隆中大哥。好，来你好。明杰哥哥。 我点第1甲第2。第1甲第2哦，好，我写开哈，好，谢谢我们的明杰大哥哦，哈，来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嗨，康苗姐姐，哟，恁2个好啊！嗨，我点3甲3甲6，好的， 3跟6，没问题3跟，6谢谢我们的康苗姐姐哦，异乡哈碧乱梦，好，平安，甘愿啊！来，淑娟姐，哎，我要第3，异乡碧乱梦。好，好，没问谢谢。题，好，淑娟姐啊，来，义民哥哥，来，义民哥哥你好，哎，
反正今日你路，嘿嘿，我点第一条的跟第三条的。第一条。跟山，哦，我写个还好好，这是移民哦，移民哥哥哈。哎你好，喂，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午安，我要听第一首跟第三首。安尼哦，好好，跟山啊好，谢谢，感谢，好。哎你好，来。歹势，我要点三角啦。哦，月央节哈。三角啦，哦，好，三角啦，好，感谢，好的，谢谢。哎你好，陈妈妈。喂，嘉玲，嗨。你怎不一样比软软，还够和比赛将会，拜拜。好的，好，谢谢我们的陈妈妈。哎，你好，喂，金子姐姐。小姐，好，你今仔要听倒首？小姐，有听无？我要点一个，我甲关宁点一个，平常捌落个失败。线卡，甲你叫叫了哈。好，谢谢啦。我们的金子姐姐足可爱哈。好来，今仔日呢，咱来甲安排这首《异乡悲恋梦》是头一首。我们刚刚稍微甲咱观众朋友报告者讲吼，因为这首歌曲，阮这朋友吼，小杨先生吼，我咧讲吼，真正。即是伫人骹是安尼做30几年，趁3栋楼仔厝伫咧吼。伊讲吼上强的就即首，伊咧唱的时阵，大概迄个上悬的记录，你想讲30几年前，好了，莫讲30几年前啦，差不多20几年前，迄真美敢若安尼，迄叫做啥物阿库秀呀？吉普赖，阿库秀拢系啊，讲捌3万块。颁奖。嘿啊，颁奖啊！我讲哎哟。安尼吼，换我来试看卖啊，看我今仔业绩会当，看会当突破开咯，唔免颁奖，拍扑啊就好。哦，好来准备。我来异乡悲恋梦，外加点分盘。
风流。双脚行到龙山寺啊，手举手球有三支。新朋友斗保庇，保庇工人，早日来带西山寺啊，手举青球有三支，拜托神明来斗保庇，保庇工人早日来娶西衣。就知我就知，你就足爱，我就讲甲无，我就无唱甲较无清楚，你就要唱啊清楚。重点就是尾啊，迄句吼唱落去，即摆若工党的来保庇工党啊，早日娶细姨哦，爱工党的吼，迄裤底仔就摕开啊，多唱着伊心肝骨啦。小费安尼啦吼，啊一暝都啊，你知影迄吼，若较是啊，拄咧时阵，即翻过迄翻，即翻过，敢若即首歌曲一暝唱吼，唱足济遍的啦。行到倒位，那看到工党的囡仔，工党的做东嘛，工党的请的啊，对无？对无？保庇啊话，工党的早日娶细姨哦。看什么人？看什么人哦？什么名剑啦？对啦对。或者是什么对无？什么薛大哥啦？对。早日的生后生，娶细姨。这大家拢上爱安尼吼。较应景的歌曲。较应景的歌曲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，啊嘛感谢恁的捧声哈。来，谢谢咱。叉叉球呢？来，雕兴大哥、尤大哥、一静、素英姐，咱的秀秀啊，东龙大哥哦，茂黄大哥哈，罗居伟啊，吉田大哥、康苗姐姐哈，阿贵姐啊，谢谢啊，谢谢我们的秀芳哦，尤大哥、尤大嫂哦，感谢文龙大哥哈，谢谢徐爸爸、徐妈妈哈，拢有听到哈，盛吉大哥有看到哈，来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昌隆大哥、明杰大哥，好，谢谢顺天哥哥。来，恁默默来捧我声吼，希望这首歌曲，因其实今天呢，这首是特别安排。你讲拄咧甲咱老朋友嘛，来伫咧开讲，啊，伊在咧讲到伊的风光，啊，风光的时阵啊，有影好，敢若迄首歌曲吼，吼，我安尼吼，荷包满满哈。啊，当然啦，这是。搞不好老师啊，咱唱的后壁迄句，迄毋知是足侪咱大哥吼，伊今年的新希望袂安尼。是，想梦想啦，莫因梦。嘿哦，你有一天来想过想的时阵吼，人咧加刀唱伫枕头骹哈。加掉的哦。拢卖用。想就好啊啦，莫真正去做啦。是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哈。来，即摆要来进行到咱第二阶段，先来安排一首歌啦吼。啊，咱第二阶段咧要来进行到咱即个听歌。又歌名好礼相送哈，要来上咱这个石墨烯哦，石墨烯咱这个护烯，今天来咱石墨烯护烯来到第5代了哈，哦，这第5代护烯要互咱观众朋友，咱的护烯都是咧支撑咱这关节。吼，咱的关节，啊，你若关节的时阵，尤其是你即马过年到啊，你咧起落落，哦，你要安怎？要拼厝内的时阵，你着安怎护膝啊，甲清调咧，哦，伊会疼。我咧讲哦，尤其是你有一寡慢性疼痛，你若甲清调的时阵吼，伊会当减缓。对。吼，咱咧行路的时阵较自在，较有信心。嘿啊，迄有。我咧讲吼，有的人串囝串着，你知影？无啥力，啊，搁要行的时阵，定定去厝倒去。但是你呼吸那个呼调的时阵吼，你行动你会较有自信，你行路会较稳。哦，而且呢，伊呢真符合人体工学。你咧骨伊袂卡卡的，袂溜卡，30公分，那伸展了后变35公分哈。内底够上重要，内底有咱这个石墨烯80%。肺道循环够好。对。哦，足尔好着，今仔个送的哦嘿，来准备2首歌曲。红英皇讲最近呢，
要来开一个演唱会。啊，对。我起来唱伊的歌。这首夜歌。对。哦，来。这首歌有7字啊。7个字呢。咱的歌词内面就有啊。真的。你看卖咧。好来哦，注意听哦。着彼是一句话，付出了代价。如今想要来解释，全然无机会。爱你永远袂反悔。只是心难过，如今想要来挽回，感情已经出问题，是缘分将咱拆散，害我变到这孤单。是命运逼咱无依无我，忍受着伤无的拖磨。明知你袂离开我，只有紧紧看，身边无人。做伴，春天哪会这呢寒？就只是一句话，付出了代价。如今想要来解释，全然无机会。爱你永远袂反悔。只是心难过，如今想要来挽回，感情已经出问题，是缘分将咱拆散，害我变到这孤单。是命运逼咱无依无我，忍受着寂寞的拖磨。明知你袂离开我，只有紧紧看，身边无人。春天哪会这呢寒？身边无人通作伴，春天哪会这呢寒？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有7字啦吼。好，我写看哈。所以要来甲安排一块这个单一档的歌曲，就是咱观众朋友
对嘛，真介意听的歌曲，这电波力足悬的。好来，我这摆现主是刷入去咧甲献唱这首歌曲。青彩大哥。同款嘛是7字。来。嘿。好，我写开好，谢谢。歌词内面有啊。我要，洪明阳大哥。乱，搁再你又乱，无路用，流乱也无路用，伤心是我坚定，不是我对你无感情，不是我爱你无真情。无奈的环境，叫我离开你牺牲。可怜啊，可怜啊，你我来受苦刑。这款的恋情。怎样心平静？怎样心袂宁？忍受痛苦，祈祷你的幸福一生。男儿本是已漂泊的心情，你有乱，搁再你有乱。伤心是我坚定，不是我对你无感情，不是我爱你无真情，无奈的环境，叫我离开你，为你牺牲。可怜啊，可怜啊！我来受苦刑，这款的恋情，怎样心平静？怎样心袂宁？忍受痛苦，祈祷你的幸福一生。男儿本是漂泊的心情。好，谢谢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岳阳姐哈。两首歌曲拢是7字啦，吼。男儿本是已漂泊的心情。来，这首歌过来。来，我来甲奏一段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咧，就要来甲公布答案。
谢谢。公布答案，来甲做一个查字的动作。来哟。身边无人来作伴，春天哪会这呢寒？足明显的哦。春天哪会这呢寒？好来，头一首啦，春天哪会这么寒啦？哦，内底迄个最后一句吼，来，第二首。男儿本是飘泊的心情，男儿飘泊的心情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飘泊的心情。安尼才清楚着啊！希望咱观众朋友恁拄则吼，拢总安那又着。哦，又丢的时阵呢，都是就在这里面了哈。来，老师就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哈，下一首歌曲哈。来，我先跟来，安尼吼，节目唔好冷气哈。咱节目一个开始的时阵吼，就感谢咱侪观众朋友，唔免甲啊呐，唔免甲芳龄讲说哇小费啦吼，这个吉普去哦，唔免。但是等下光临啊，咧甲恁广告的时阵，你要注意听，因为呢，咱这一档期呢。综合的，今仔日我吼向老板甲我下一个指令讲，迄方面啊，啊，当要过年啊呢，啊，咱足侪咱观众朋友有当时因也无用的时阵，啊，无看到，啊，买无到，吼，安尼就真无彩啊呢。无你今仔日吼，小可安尼甲带一下，咱若进前摕无到的，迄人家吼较紧的甲因报告者安尼吼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这一档期，我们是短短10分钟内底有3种的产品伫咧哦吼。后来进广告。好来，谢谢大家。我跟你讲，准备要来拼扫啊，因为过年到啊，对不？观众朋友，你开始啊，准备等下要去超市讲买迄瓶瓶罐罐的，不用。今仔日咱第2代超洁净加，我跟你讲哦，第2代就是内底加这个柑橘的精油吼，内底有海水碱、柠檬酸、咱的椰子油。拢总纯天然的，伊叫做万用的清洁剂，而且咧无刺激性、无味、袂伤手吼，袂伤手吼。洗菜、洗水果、洗米、洗碗盘、厨房，包括浴室、马桶，包括讲咱的衫裤，哦，过着垃圾啦、油垢啦、滴着豆油啦，包括讲咱家的宠物，拢总一瓶搞定。哦，啊，你若是洗住的所在，啦，喷喷的了后，等落洗衫机，也是讲吼小可仔。咱转去家己做分装啊吼，但是呢，而且我今仔要甲咱观众朋友报告的是讲，咱这一趟拢总是4星4第2代来到7倍浓缩，咱进前第1代是5倍浓缩，即马做7倍浓缩吼。你若甲我买的时阵，1年通提买1届就好啊。今天因为过年这个档期的时候，这内底这罐是无共款的、无共用的哟，吼，无共款的，因为安怎？咱这个亲戚，咱的黄老板讲吼做，芳玲姐，这罐是特别要互咱在侪观众朋友帮啊问，排油烟机、琉璃台，你可能咱要过6个月才拼1届，会天天的黏黏啊，对无吼？这罐内底甲这内底内容物是不一样，这叫做加强版重油污的加强的吼。转去的时阵，排油烟机、网仔门、琉璃台，你只要甲喷喷的了后，等下轻轻松松回过就拢总开啊！而且呢，伊迄个包括你咧撸迄个脏车也好，包括讲你咧撸迄个安怎，咱迄个剃须也好，我咧讲吼，伊迄内底拢袂卡掉的，伊拢甲你做分解。吼，啊，当然这罐是特殊的，这罐无要互你洗碗，毋是要互你洗碗的吼，你要注意一下。但是你若是这趟内底4星4会当透7杯，
安尼偌济4728嘛，是2840。2万28000cc 呢，你甲想看觅，所以讲你若即桶的时阵，放去老尾顶，然后咧洗衫的时阵，就会当用咧规半年，差不多1年啦吼。而且恁今仔甲咱主文交代时，这一桶就是1180块。系。这支多功能的喷头，我搁送你，送互你。这支加强的，搁送互你，干来年这时啊才有哦。公司这是过年档期才有的哦吼。来。电话若卡通的时阵，因为咱侪观众朋友无要搁互你安尼挂楼顶、挂楼骹哈。今仔日电话卡通共款1180块。楼骹一罐，楼顶一罐。买一罐搁送一罐，安尼好无？摕倒转去的时阵，拄啊一大组，还安尼，啊搁加上安尼，吼，安尼共款才1180块。观众朋友，你敢知讲安尼算下时阵，拢总拄会当透咧拢总113罐，一罐拄剩10块。10块你安怎去买嘛买无10块。这款的品质，你若去到像这超市的时候，我甲你保证，我超过250。来，恁兜我你讲啦，敢若咧洗宠物就好啊。咧洗宠物的时阵，一罐就200-300块，碎罐啊尔哈。迄是咱的安怎？哦，咱的心肝宝贝，即摆人生少啊。哦，所以讲来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最后一场期哦吼，因为这观众朋友佫特别交代，打电话来讲芳玲啊，你爱佫卖啦，无我就卖副洗啊吼，进前无看到人客来，恁今仔电话看通哦吼，一组买一桶送一桶，佫送一个多功能喷头，这内底是加强版的。过年这档期咱过年的时阵加强版的，这罐就唔好摕去洗碗池啊吼，这罐专门是重油污的哈，咱的便所卡条卡迄个尿垢、蚊仔门拢卡垃圾。T 的，吼，包括排油烟机的蚊啊，迄个洗蚊的所在，拢甲喷的了后，10外分真久，你就会使洗哈，就会使清啊，嘿，来0800-51810，来，我即摆开始，互咱观众朋友来敲电话哈，电话恁紧敲，抑个我讲吼，我今仔咧穿的这领衫就好啊，这领衫。吼，这一件衣服来，你若要穿个这电话卡哈，我今仔无接电话啊哈。这领叫做有感发热衣，今年这领衫内底佫加新，唔是石墨烯尔吼，佫加新的发热衣，伊会蓄热有感，非常有感，穿落我着身躯伊就生热啊。佫刷了导放静电，你若是咧穿碰洗衫的时阵，哦，寒冷的时阵，啪啪啪啪啪。佫会去用家己去电着对无？有来讲，伊会导放静电，你穿这领衫，袂去用家己甲你电着，而且呢，一领当咧3领的碰洗衫，伊真兜。好，谢谢。而且佫会当穿出外，吼，我讲我搭任何的衣服都会很好看哈。咱即马拢总内底是查某的寸秋尔，查甫的无啊。今仔日一领。1800块，今仔买一领送一领，电话卡通的时阵加码，搁加送一领。好，所以讲来，我们过年这个档期的时阵吼，观众朋友你加油哈！咱若要石墨烯，咱的发热衣，专程台湾制作的，咱专程台湾制作的哈，一组3领就是1800块，1800块哈，来。0800-5181080081518豆包你找无金起来哦，好来啊！吼，3工内面才会到，过年就要到。是1800块，好对啦。哦，我有特别交代讲，唔好1980啦吼，咱3领卖，等于讲你买一领就要1800块，咱即马买2领，搁加送你一领，按多3领1800块。来0800-518100800811518，我咧讲吼，伊真兜。咱即领石墨烯这领衫吼，伊是穿兜的哦。吼，伊毋是穿人的哦，吼，它不是哦，吼，而且呢，也身长很长。我看咱尻川道这个所在，吼，看尻川道这个所在哈，啊伊裁剪足合身的，你搭什么衫裤拢总足好看，伊做美智玲的，安怎？伊做美智玲的时候，咱若有当时啊出门的时阵要较水的，穿洋装、穿丝仔衫，伊会安怎？伊才袂去看到，吼，才袂去看到。所以讲吼，我今仔日专工搭这个美智玲，互咱做阿姐知影哦吼，来美智玲的。所以讲呢，伊是做美智玲做假领哈，做偌济做
差不多8分上，安尼咧穿的时阵吼，才袂痛出来。吼，衫裤你若讲塌外塌的时阵，才会好看吼。来，0800因为0810815181吼，啊，搁有一项，我讲我今仔爱介绍3项哈。咱的洗发精，咱的的洗发精吼，量子洗发精，我伫遮吼爱甲咱观众朋友报告者，如果吼，你若是洗发，毋是哦，无要紧，毋是迄袂使讲诶，拄则讲过啊吼。我咧讲啦，好啦，共款讲咱石墨烯的上衣啦吼。来，石墨烯的上衣，因为内底剩12组尔，12组尔，所以讲恁紧电话紧卡。若有观众朋友，你若赶若有需要，衫你也穿8箍，你电话紧卡。啊，若穿结这内底剩32组。32组，因为真济咱跩时段讲有做啊，你进前啊，你哪无咧介绍清洁剂？有啦，我咧介绍时阵你拄无看到嘛，对无？所以讲呢，来清洁剂吼，清洁剂呢一组，即摆就是4000cc。你会记得我的是7倍浓缩。你若咧洗衫裤的时阵，2个瓶盖就够了，因为浓缩的吼，2个瓶盖。啊，你若厝内底有喷头也好，还是有啊，你只要你搁入一个有喷头的吼，阿妈你若特别垃圾的所在，滴着豆油，搁着果汁，喷喷的10分钟久，等到洗衫机内底2个瓶盖，我保证互你清气。吼，白闪闪，吼白闪闪哈！来，搁讲一遍哦，我第2代超洁净，伊是万用的，就是讲你所需要佚涂骹、吼，拢总爱洗，拢总可以，包括宠物都可以啊哈！啊，你所以讲你今年若要摒扫的时阵，唔免去买瓶瓶罐罐，有的人漂袂水，露涂骹、擦玻璃，吼，洗澡骹重油有的。今仔日无当今咱总有有诶吼，即罐是特别搁送你诶吼，即罐互你洗琉璃台、洗蚊仔门、洗虫仔门，因为规年才洗一摆尔，对无吼？即罐是总有有诶吼，即罐莫摕去洗水果，吼，即罐莫摕去洗水果吼。哦，对对，来，怎么了？0800因为8 0800815181吼。我的时间上，今仔我都讲2项尔，头家歹势哈。来，一项就是咱这个哦，咱的石墨烯，咱的发热衣吼，3领就是18箍，内底今天就剩下几个客人尔吼。啊，若30几组，咱的清洁剂的部分，清洁剂的部分，今仔日是卖，我讲一桶是4000cc哦，买一桶送一桶，安尼头壳你敢知影？56000cc 哈，一罐若像这1150cc 会当112罐，佮加上送你一罐，算起一罐多剩10块，一罐多剩10块尔吼。来，0800因为810815181，谢谢。好来，谢谢老师啊，你准备唱歌。好，来。你莫搁接啊！我准备唱歌，来，啊无来，互你倒接。我接就好，好不好？好好来，喂，你好。喂，阿姐哦。哈。发热衣啦，伊要发热衣。来，我有听，你爱准备你的就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哦吼。阿姐，我来写开哦嘿。好，好，你有你的资料，你是咱的验血阿姐哦吼。来，佩琪姐，你要啥？哈？什？哦好，我写开。来，可怜迄个小姑娘。谢谢哈。喂，你好。非常感谢吼。好，我写开哦嘿，阿姐。啊，过年前的时阵吼。啊，我等下再甲你敲电话问。都总是讲要较变有钱。哈，谢谢。你来迎接这个新的节目。落歌，今仔电话拢查叫啊吼，好赶紧落歌才对吼嘿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你要互芳玲服务的，互老师来唱歌的时阵，芳玲刷卡甲你做服务哦吼。来，要来唱倒一首。来，可怜迄个小姑娘。来，刷卡做服务，谢谢。
个姑娘离开阮了后，予我来想伊几暝艰苦过的日子。小姑娘，通袂记当初的约束。紧转来我的身边，紧转来我的身边，予我看一个。世间的人，若是为了金钱来卖出家己的囝儿，真可怜。这款金钱较济也无路用，无路用，无路用。虽然是迄个姑娘无意来离开，讲伊是为了爸母，甘愿做牺牲。小姑娘，我也不是叫你为爸母。感冒，不过伊两人感冒，过着苦恋市。世间的人，若是为了金钱来卖出家己的囝儿，真可怜。这款金钱较济也无路用，无路用，无路用。听起讲迄个姑娘踮在伊厝内，怨叹着伊的宝贝每日流珠泪。小姑娘，请等来世，希望会做伙。讲起来真正可怜，讲起来真正可怜，咱的恋爱梦。好，谢谢。小姑娘，来，何芳玲讲者吼，咱学了即马拢总塞车，开始为即礼拜开始就开会，因为过年到啊，吼，读车。芳玲甲恁报告就讲，今仔日拢总一定甲恁行错，吼，有的人可以搞不好明天就收到，明仔载来收无到的时阵，到后礼拜。应该是后礼拜一、拜二应该都拢收会到啊，吼！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到后礼拜二收无到，就是你电话爱赶紧搁卡来，吼！因为今仔已经拄到讲塞雷部分，塞雷竟然有法度骑去，已经寄出去4天啊，也未到咱的人客手底，所以讲吼，已经拢总塞车、大塞车，年这时啊，对。啊，我直接搁甲恁报告，如果你过年时啊，你若是要撸涂骹，拄则甲你讲的，这第2代这清，足好用。我咧讲吼，涂骹撸过，唔免搁拖过，上重要。咱真侪时代，以前用沙拉拖伫咧撸灶骹的时阵，拢总啊撸过，爱搁用清水拖过，对无吼？你用芳玲甲你讲的第2代撸过了后，伊清气当做拍蜡，无弹劲，搁会当防止胶蛇胶遐。所以讲，伊撸过了，伊就是有安怎，伊会抗菌，伊会除臭，伊会当清洁。所以你唔免搁用清气水搁拖过，
但是咱若桶会爱换吼，垃圾都爱换水哦吼。好来，来哦，来好啊！由吉利大哥恭喜你哦吼，建立大哥哦，这名号了才好，无怪得着吼。来，由吉利大哥。好，谢谢大家来，因为今仔日吼时间的关系，所以讲吼特别甲咱观众朋友讲2点大点大重点吼，真领啊，搁咱迄个摒扫的部分吼，啊，尤其是咧摒扫的时阵，观众朋友啊，骹手要紧哦吼，啊，若真领，干那我接就接6个客人，所以讲我们9个客人是应该是没有了哈，应该是无啊哈。啊，你来这个阮小姐搁问看卖影咧哈。落节目了后，工林甲芳玲拢总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，有需要阮服务的所在，电话共款卡互通，谢谢。